嘿，大家好，我係 Philip Sir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讓我既開心又謙虛嘅消息。我哋嘅頻道訂閱人數靜靜地嚟到咗3000人，總觀看次數亦都超過咗40000次。呢啲數字呢，對 YouTube 世界嚟講，可能只係好細嘅起點。我好清楚外邊有無數優秀嘅創作者，佢哋嘅訂閱數以10萬、百萬計。觀看次數更係輕鬆破億，比起佢哋我仲差得好遠好遠。但正因為如此，我先更珍惜呢3000位選擇留低落嚟嘅你哋。每一個訂閱，每一則留言，每一次完整嘅觀看，都唔係理所當然嘅。你哋願意花時間陪我呢個仲在學習嘅 Philip Sir，願意聽我分享嗰啲可能仲唔夠成熟嘅內容啦。呢份支持對我嚟講，比乜嘢都珍貴。我唔會因為呢一點嘅成績就沾沾自喜嘅啫，因為我知道自己仲有好多地方需要努力，需要改進。未來我會繼續保持初心，認真準備每一次內容，盡量提供真正對你哋有幫助嘅乾貨，一步一步變得更好。真係好感謝你哋願意陪我走到呢度。如果你覺得呢啲影片有少少價值，亦都歡迎把影片分享俾身邊可能需要嘅朋友，或者考慮訂閱，一起見證接落嚟嘅成長。有你哋喺，我會更踏實咁繼續往前走。多謝你哋。